各位兄子早晨，我哋嘅主日崇拜即將開始啦。咁我哋大家咧都有一個安靜嘅環境嚟到去進行今日嘅崇拜。請喺度咧提一提大家 check 下你哋嘅手提電話同埋響鬧裝置係咪已經校咗去震機嘅模式。咁如果有唔知道點樣校嘅話咧，我哋嘅司事員好樂意幫大家嘅。我哋仲有個溫馨提示嘅，咁除非得到教會正式批准啦，咁崇拜之中係唔可以影相、錄音或者錄影嘅。請大家攞出周刊，我哋一齊誦讀封面最底部嘅本月金句。經文係咁話：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腓立比書3章12節。2026年4月12日，基督復活期第二主日，請會眾起立，同唱詩普天頌讚192首耶穌復活歌。
美主，基督已經復活了，會眾請坐。請各位低頭靜默，主在聖殿中。現在宣信，請會眾起立，同誦使徒信經，表達大公教會嘅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會眾請坐，請低頭同心禱告。禱告之後，我哋會同念主禱文。親愛天父，我哋要感謝讚美你，你施予俾我哋嘅恩典遠遠超乎我哋嘅想像。我哋感謝你愛我哋，白白將得救嘅福氣賜俾我哋，讓我哋共同享有永生嘅盼望。主啊，我哋生活喺世界上面，少不免都會經歷患難，有疾病、痛苦、生離死別、傷心失意。主，你明曾應許天色常藍，常晴無雨。但係你應許常與我哋同在，俾我哋力量同埋安慰，為我哋開一條出路，俾我哋有平安，又讓我哋喺患難之中有學習，有得着。我哋要衷心感謝你。主啊，有時我哋都會經歷成功順意、幸福快樂。我哋知道呢一切都唔係必然嘅，都係你嘅恩典。主，我哋要衷心感謝你，又願意我哋唔會忘記將呢個榮耀歸頌讚歸於你。主啊，我哋睇到今日世界局勢動盪，戰火連連，有好多人死亡或者活喺恐懼之中，國與國之間嘅爭競帶嚟全球性嘅影響。主啊，求你賜下和平，讓當權者醒覺，放下武器，尊重生命，用和平解決紛爭。亦都求你係安慰喺戰火中痛失家人嘅人。主啊，今日嘅崇拜都交喺你手中，求你做我哋嘅主席，帶領眾弟兄姊妹專注喺崇拜當中，獻出我哋真誠嘅讚美、誠心嘅禱告，又能夠透過潘廣武宣教師證道，讓我哋更多嘅學習聖經，更受激勵。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主啊，我哋嘅禱告唔完全，但你昔日教導門徒要咁樣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門。跟住係啟應。啟應經文係記載喺詩篇16篇1至11節，我會讀單數節，請會眾同譯雙數節，最後一節請一同誦讀。第一節：
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以天上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受苦必加增，他們所要念的罪我不能想象，我最信也不提缺實的名號。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這一同誦讀，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願主嘅話藏喺我心裏面。跟住係聖歌，請會眾起立，一齊頌唱普天頌讚第412首甜蜜團契歌。請坐。跟住係讀經，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新約聖經腓立比書2章1至11節。第一節，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全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上帝。聖經一節讀畢，願主嘅話藏喺我哋心裏面。現在係歌頌，今日詩班為我哋向上帝獻唱嘅係微聲盼望。歌頌之後係講道，講員係潘廣武宣教師，題旨係合一與謙卑。現在先請詩班。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謝主。剛才詩班我哋獻出一首詩歌，唔知大家當中有冇第一次聽呢首詩歌嘅弟兄姊妹咧？有冇啊？有嗬 ，OK。咁啊好感恩咯。當詩班唱嘅時候咧，令我勾起咗1990幾年代嘅事啦，已經係。咁弟兄姊妹如果你喺教會分得耐嘅話，就知道啦。我記得當年唔知九幾多年嘅時候咧，當時嚟講喺紅館成日會有啲唔同嘅一啲嘅佈道會啊聚會。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呢首詩歌嘅時候咧，係一次嘅叫做新兒哥哥，即係當時兒童節目一個新兒哥哥咧，係咪？好特別係唱呢首歌嘅時候，我唔知有冇機會我係同場參與咧。佢叫我攞出鎖匙出嚟，敲啲聲啊！有冇一次啊？敲啲聲出嚟啊！微聲盼望，哇！我覺得呢歌就幾廿年就喺心裏面就不斷嘅就留喺裏面啦，係咪？聽嘅時候我唔知弟兄姊妹有乜感受咧？嗬！我喺度諗我自己。幾年後嘅今日，究竟我喺主嘅裏面，喺勞苦裏面，我有冇得力呢？喺困難裏面，我有冇能力去面對呢？甚至我哋喺主嘅裏面有冇成長呢？讓我哋同心嘅禱告呵。天父上帝，多謝你，你係一位昔在、今在、永在嘅神。願你透過你嘅話語，透過詩歌，透過弟兄姊妹嘅見證分享，透過講道向我哋講說話。係啊，主啊，我哋多謝你，你係我一位常常好願意向我哋講說話嘅上帝。只係有時我哋太過忙碌、太過忙亂，或者太過專注喺我哋要專注嘅事情上面，我哋聽唔到你嘅聲音。所以主，我哋好感恩，你讓我哋今個主日上午，我哋喺當中幫助我哋放低一切所有煩擾我哋嘅事情，讓我哋專注聽你嘅聲音。我多謝你，因為你話俾我哋聽，你嘅話係我哋生命嘅糧，幫助我哋有力量面對，特別面對呢個咁戰亂、咁混亂嘅世代。願你嘅話語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我哋感謝讚美主，奉耶穌基督聖名 ，Amen。好，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今日一齊去到思想嘅題目就叫做合一與謙卑。而我今日將個題目有少少執一執嘅，就係乜嘢呢？將佢改一改，執少少，唔係好喐喎，喐係啦，就係真正嘅合一，從體認基督嘅謙卑開始。弟兄姊妹，上主日係咩主日啊？上個禮拜係知唔知道啊？復活節啊嘛，復活節主日係咪啊？弟兄姊妹，咁我睇翻嘅時候咧，原來喺上一年嘅話咧，2025年嘅時候咧，係4月20號咧，先至係復活節主日喎，都幾遲喎，係咪啊？弟兄姊妹，但我又好感恩喎，我睇一睇嘅時候，原來咧，我原來喺全員堂，雖然我係7月1號入職嚇，但係其實我喺上年嘅3月已經嚟到崇拜㗎啦，已經係，而喺上年嘅4月6號咧，已經約見緊大家嘅執事啦，已經係。哇！時間好快啦，咁1年多啦，係咪？弟兄姊妹，復活節俾我哋諗到嘅係乜嘢咧？當然對大部分人嚟講係多一個節日啦，係咪啊？弟兄姊妹，但係對於信徒嚟講，唔單止係多個節日啦。弟兄姊妹，復活之前嘅3日，復活節之前嘅3日係咩日子啊？請問受苦節係咪？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好想從今日嘅信息睇到，究竟受苦同埋復活對我哋嘅信仰，特別我哋今日所講嘅合一嘅關係係啲乜嘢咧？咁呢個係少關於腓立比書嘅背景啦。特別講到就係咩啊？喺基督裏面嘅喜樂同埋合一。弟兄姊妹，之前上禮拜阿兵牧講咗嗬，阿腓立比書嘅背景就係當時阿保羅喺監獄裏面一個好困難嘅人，佢點樣面對自己，面對佢嘅信仰群體，面對上帝。佢帶出俾我哋非常好嘅信息就係咩啊？喺主嘅裏面喜樂同埋合一。然之後好簡單講嘅，整個腓立比書會講幾個部分就係乜嘢啊？裏面講嘅係一切都係咩啊？以基督為我哋嘅生命榜樣、標杆同埋力量，好唔好 ？OK， 好，咁啊經文喺我哋多謝主席讀咗啦，好唔好啊？咁我哋會先調翻轉嘅，我哋睇經文嘅第6至到第11節，好嘛？經文裏面講到俾我哋睇到兩方面嘅重點就係咩咧？就係基督嘅虛己同耶穌嘅虛己。同埋基督嘅高升，弟兄姊妹你就好特別啦，嗬？乜唔係耶穌基督就搞掂咗咩？係咪？點解潘宣你會用耶穌嘅虛己、基督嘅高升咧？好，考下弟兄姊妹好嘛？不過唔使問大家舉手，今次放心啊 ，OK？ 知唔知耶穌點解啊？弟兄姊妹，耶穌點解啊？知唔知㗎？喺馬太福音第1章，你話俾我聽，原來當時嚟講，神嘅使者要爸爸約瑟幫耶穌起名，耶穌嘅意思係咩啊？將百姓從罪惡裏面拯救出嚟，耶穌係咪？
而基督係咩意思啊？喺舊聖經俾我知道就係咩啊 ？Anointed one， 我位受膏者，我個彌賽亞將會嚟拯救世人嘅。所以講到聖經裏面特別講到耶穌嘅時候咧，係特別講佢人性方面多啲，講基督係講佢嘅神性方面多啲，好嘛？好，我哋睇睇我哋耶穌基督，請睇一睇耶穌係點樣虛己，好嘛？好，經文裏面話俾我哋聽，他本有神嘅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弟兄姊妹有個説話有冇聽過？叫做4個字，叫做咩啊？叫做紆尊降貴，係啦。喺我哋人世間，你覺得最紆尊降貴係乜嘢咧？可能喺我哋人世間就覺得，哇，個皇帝本來坐喺高高在上嘅皇帝係咪？居然要落到嚟民間係咪？所以就叫乜嘢啊？叫做咩出巡啊？叫做微服出巡啊？係咪？皇帝嘅咩啊？哇！前面啲人打晒鑼打晒棒，皇帝嚟啦，全部跪低或者全部借過係咪啊？但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本是上帝自己，佢本係三位一體上帝裏面嘅第二個位格，耶穌基督，佢甘願謙卑嚟到世上。睇下弟兄姊妹，當耶穌基督被高掛喺十字架嘅時候，當時啲人點樣撩佢啊？喂，嗰個士兵話：喂，你唔話自己係神嘅兒子噶嘛？喂，叫你嘅天父救你啊，係咪？差你天使天兵嚟搞掂晒啲人啦，係咪？你估耶穌得唔得啊？嗰刻可唔可以叫天使天軍嚟殺晒所有當時嘅人啊？可唔可以啊？絕對可以，但係冇用呢個權柄，冇用呢個能力。耶穌嘅虛己，繼續點樣虛己啊？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成為人嘅樣式，咁即係望下你隔離一個係咩嚟㗎？請問人嚟咯，係咪？咁即係耶穌同邊個一樣啊？同你我一樣。耶穌經歷過出世，要成長。有一次有班中學生傾偈嘅時候啦，好得意好愛啦，佢就問我啦：耶穌要唔要去人有三急㗎？明唔明啊？咁我就話：你話咧？作為人要唔要啊？梗係要啦，不過聖經冇記載啫嘛，係咪啊？弟兄姊妹係咪？耶穌一個嬰孩，有一個 BB 係咪？由媽咪去餵大佢，又去換片，又餵各樣嘅嘢，都經歷過㗎。有冇諗過弟兄姊妹？當然我哋知道詩篇第8篇話俾我聽，我哋人係好奇妙嘅創造係咪？但有時人都係好軟弱㗎，係咪啊？弟兄姊妹，啱啊！咁多種，如果以一個生物學角度嚟講，人係一個最要長時間被照顧先會成長嘅，係咪啊？弟兄姊妹，或者睇啲好多動物，你睇啲即係啲短片係咪？嗰啲鴨啊，好多動物一生出嚟，一陣間就可以自己識揾食、識得游水㗎啦，係嘛？人係乜嘢啊？係經過多年嘅照顧，當然呢個係神嘅特別嘅心意，係咪？即係話耶穌成為人，成為謙卑同埋成為受限制啊！弟兄姊妹係咪啊？你諗下，依刻你喺呢度，喺全一小學呢度，你有冇同一時間上香港嘅太平山頂啊？得唔得啊？唔可能啦，已經。一個本有神嘅大能嘅耶穌基督，佢願意謙卑成為人。受人嘅身體限制，受裏面嘅成長嘅限制，受長大嘅限制，係咪啊？唔單止，弟兄姊妹，耶穌最後嘅謙卑係點樣？虛己係點樣咧？一齊讀好嘛？預備起，就謙卑自己，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弟兄姊妹，幫我望下你隔離一個好嘛？佢有冇十字架呢個飾物喺身？係嘛？唔使突然睇佢嘅，係咁樣睇下得㗎啦，好嘛？對於今時今日嚟講，十字架係一個咩啊？係一個 fashion， 係咪啊？弟兄姊妹有冇睇一個運動比賽，羽毛球國家羽毛球啊？一個運動員佢個手臂有個十字架㗎，刻咗個十字架，係咪啊？已經退役㗎啦，羽毛球係曾經世界冠軍嘅，係咪？好型喎！哇，已經好爽啊！仲整個十字架夠晒型，係咪？聽講呢個十字架係為咗去紀念佢個婆婆信耶穌，所以刻住個十字架㗎。有冇聽過呢個啊？我唔記得咗咩名啦，已經係。對於今日嚟講，十字架個 fashion 係有型，係咪啊？弟兄姊妹係咪？啲衫啊，各樣嘢係咪？但係對於當時羅馬年代嚟講，十字架係乜嘢啊？今日係有型，當日係豪型。你知道嘛？弟兄姊妹，知唔知當時釘個十字架嘅時候係最差嘅囚犯被釘上去？你知道嘛？我哋今日睇嘅十字架，特別天主教十字架係咪？我個十字架嘅像裏面，耶穌係有塊布包住下體嘅，下半身嘅，係咪啊？你知道當時喺羅馬年代有冇呢塊布啊？知唔知啊？係沒有嘅，係完全嘅羞辱，完全嘅羞辱。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我安置居住啊，我啲人真係，如果喺呢個年代嘅話，阿媽真係一早俾人捉咗去告佢㗎啦，已經係咩咧？當時個仔11、12歲，俾個阿媽剝晒衫褲，綁住打到出街，明唔明啊？知唔知細路講咩啊？阿媽，我俾你打，你俾我翻屋企先啦，唔該。哇！我諗緊真係好心靈創傷啊，明唔明啊？11、12歲俾人剝晒衫褲綁住嚟打喎，係咪好恐怖啊？但係耶穌當年33歲，一位神之子，剝晒衫褲被高高掛喺十字架上面，睇到嗎，弟兄姊妹？原來我哋今日基督嘅信仰係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哋付咗一個咁重嘅代價，係高昂嘅代價，以致你同我今日得着呢個救恩。所以有人講得好啊，本來上十字架嘅係邊個啊？弟兄姊妹，本來上十字架應該係邊個啊？唔使望隔離嗰個啦，應該係我哋自己啊，係抵死嗰個係我哋，係嘛，弟兄姊妹，係嘛？甚至有啲人咁樣懺悔，係咪？唉，我真係衰，我死10次都唔夠啊！係真嘅，啱啊！佢真係死10次都唔夠啲咁壞嘅人，係咪？但係我哋感謝主嘅憐憫拯救，耶穌救贖我哋，死一次就夠啦，弟兄姊妹。但係呢一個唔係基督教信仰，亦都唔係耶穌嘅終局啊，弟兄姊妹。再睇落去好嘛？基督嘅高升，當耶穌基督承受咗一切苦難之後，上帝天父上帝點樣去對耶穌基督呢？經文咁樣講，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萬名之上嘅名，遠高於一切。所以我首詩歌好好聽嘅，叫做咩啊？叫宇宙嘅中心係耶穌啊，係咪？宇宙嘅中心係耶穌，佢本來就係神嚟噶，佢嚟到世上為咗呢一切嘅受苦，就係為咗救贖我哋。經歷咗之後，耶穌得回佢本身應有嘅嗰個身份，就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再繼續，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乜嘢啊？都咩？因耶穌嘅名點啊？無不屈膝跪下。係啊，弟兄姊妹，可能我哋對我哋群體唔係好習慣跪下，係咪啊？咁樣弟兄姊妹，如果有機會有啲合適嘅環境，或者屋企裏面你跪下敬拜神，你同神嘅關係完全唔同啊！所以有時啊，嗰陣時我讀神學嘅時候咧，我哋去有啲叫做即係一啲去唔同嘅地方去參與佢哋嘅崇拜嘅時候咧，有機會天主教堂崇拜，我自己個人嚟講係好有幫助對我。哇，高高嘅教堂啦，呢個好高嚇，一個十字架，哇，睇到人嘅渺小，神嘅偉大，特別歐洲啲我未有機會去過，嗰種嘅敬畏，嗰種嘅謙卑，環境係幫到我哋嘅弟兄姊妹嗬。唔單止咁樣，最後一齊讀好嘛？預備起，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係啊，弟兄姊妹，呢個當然唔係即係口講咁簡單啦。呢個口講嘅背後係我哋生命嗰種嘅擺上，嗰種願意。弟兄姊妹，記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講嗰度嗬，一啲極權嘅國家，你估講耶穌，即係話我係信耶穌，我係基督徒咁容易啊？弟兄姊妹，唔係㗎，隨時你要付出你生命嘅代價去講呢一樣嘢。我係透過中國歷史、透過教會歷史、透過世界歷史都睇過呢樣嘢，係咪？真正考驗信心係我哋能唔能夠喺最困難嘅時候去宣認我哋係耶穌係我哋嘅主呢？我哋感恩耶穌重回得着呢一個榮耀嘅高升嘅地位。好啦，然之後我調翻轉講啦，應用係1至4節。合一有幾方面？合一來自邊3方面啊？與主嘅合一、信徒係合而為一，同埋咩啊？同一個身體。我今日用3個 U 字去到總結呢一段經文，好嘛？經文頭先讀咗，我唔讀啦，好嘛？第一，合一係嚟自乜嘢啊？與主嘅合一，特別英文係乜嘢啊？ United with Christ， 第一個 U， 好嘛？經文裏面有4方面教導我哋，若有任何勉勵，若有任何嘅愛心安慰，若有任何聖靈嘅團契，若有任何慈悲憐憫。係啊，弟兄姊妹，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咩呢？今日如果你係同我哋一樣係接受耶穌基督喺你生命裏面做你個人嘅救主同埋主宰嘅話，咁你就會有一個特別嘅名號俾你，叫做咩呢？叫做基督徒。你又知唔知道喺聖經裏面話俾我聽，第一次基督徒嘅名喺邊度出現啊？知唔知喺邊度出現？使徒行傳喺邊個地方出現？安提阿，得唔得？知唔知點解我哋叫基督徒啊？原來基督徒嘅意思係咩啊？叫做小基督嘅話意思，即係佢哋一班跟耶穌嘅人，基督係最大啦，係咪？佢哋跟住後面咪小嗰啲細嗰班啦，係咪？
弟兄姊妹，第一樣嘢俾我哋去思想就係話，如果我哋今日被我哋自己都被稱為自己基督徒嘅時候，係跟隨耶穌嘅話，究竟我哋係與邊個聯合多啲咧？與人聯合多啲，與活動聯合多啲，與侍奉聯合多啲，與唔知乜嘢聯合多啲？定抑或我哋更加要知道嘅就係，我哋係要與基督聯合。喺邊幾方面聯合啊？弟兄姊妹，喺我哋嘅勸勉上、愛心安慰上、聖靈團契上、慈悲憐憫上。不過當然唔能夠做一個解啦，係咪？可以鼓勵你翻團契度查落去。究竟呢4方面係指啲乜嘢？好嘛，弟兄姊妹？重點係咩啊？ United with Christ， 呢個係最首要嘅，弟兄姊妹，呢個係最首要嘅。如果我哋今日每一個唔係連喺 Christ 裏面嘅話咧，唔係連喺基督裏面嘅話咧，我哋只係一個嘅群體，一個嘅團體。真嘅，弟兄姊妹，有個神學家亦都有一個靈修學家咁樣講，佢個名叫做盧雲，咁樣講。佢話今日信徒嘅表現係反映緊今日佢哋同神嘅關係。即係我哋今日公開咁樣，大家見到大家啦，係咪？當我哋公開同人相處嘅時候，其實反映緊我哋裏面同神嘅關係如何。贊唔贊成嘅弟兄姊妹？呢個係真實嘅。當段時間我同神嘅關係親密，同我神嘅關係活潑嘅時候，我哋同人嘅關係都會好好多喎，係咪啊，弟兄姊妹？呢個係真實嘅。所以求神幫助我哋喺同神喺連結與基督連結上面，我哋有更多嘅去到努力，好嘛？好，第二個 U 係咩咧？合一係嚟自乜嘢啊？係信徒嘅合為一。經文裡面咁樣講，有4方面又係咁樣講：意志相同，愛心相同，仲有咩相同啊？一齊讀下啦，好嘛？好，等我出嚟先。好，1、2、3，有一致嘅心思，一致嘅想法。係喎，弟兄姊妹啊，上幾個禮拜係咪？我哋主席啦，或者我哋班牧嘅堂主任係咪？就講到嚟緊乜嘢啊？嚟緊我哋會點啊？一堂兩子係嘛，弟兄姊妹？我相信我哋當中有唔同嘅肢體，特別內嘅肢體會有唔同嘅意見可。但我有個諗到個位就好正，就係咩咧？嚟緊知唔知道翻大屋街？我堂崇拜係幾多點啊？10點係咪？知唔知近時大屋街崇拜係幾點同幾點啊？早堂同午堂係幾點啊？9點半同11點係咪啊？11點半啊，近時係咪啊？咁總之我就會諗啦，可能我啲嘅弟兄姊妹就諗啦，都唔知你哋想點㗎，真係。又唔9點半，又唔11點半，10點明唔明啊？咁你估我哋有班負責弟兄姊妹會唔會咧搞笑版啊？搞笑呀，記住搞笑啊！嗱，攞個袋擺喺部裏面，3個時間，9點半、10點、11點半。哦，主啊，好似聖經講嘛，舊約籌咩搖籤啊嘛。嗱，主啊，嗱我哋將啲擺落去啦。嗱，搖出嚟一個就係我哋要揀嘅時間啦。你估佢哋會唔會咁樣做嘢啦？如果你咁做，你都好驚啦，係咪咁講啊？肯定唔會咁做嘢啦，係咪？佢哋一定經過心思細想，去到諗呢個時間出嚟，係讓我哋即係整個群體最好嘅，係咪啊，弟兄姊妹？啱唔啱先？好似大家嘅反應覺得我講得唔好啱喎，好似嚇係我覺得唔啱啫，唔係我哋唔啱啊，係我覺得唔好啱啫，係咪？我哋信得過，因為我哋信得過神喺個群體裏面建立領袖係神嘅心意嚟噶嘛。再加埋今日，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全堂係投票噶嘛，係咪？係大家揀噶嘛，係咪啊？既然揀就要遵行噶咯喎，係咪啊？你都相信呢班嘅弟兄姊妹呢個籌委，佢哋有祈禱，佢哋有領袖，有計劃過先咁做過啫，係咪啊，弟兄姊妹？真㗎，我想講咩，弟兄姊妹？無事無干係唔需要考驗呢啲嘢嘅，係咪啊，弟兄姊妹？嗬，即係正常上有乜考驗啫，係咪？真正嘅挑戰喺困難嘅時候，係當你覺得唔如意嘅時候，即係我講嘛，係咪？哇！過咗嚟2年，翻去一切照舊，係咪啊？好唔好 OK？ 9點半啊，定9點11點半，係咪啊？嚟到10點喎，真係唔知點算啊，係嘛？呢個就考驗緊弟兄姊妹，我哋係咪一體？點樣能夠實踐一體嘅弟兄姊妹？意志相同，愛心相同，一致嘅心思，一致嘅想法。當然我話俾弟兄姊妹聽，呢4個1容唔容易啊？容唔容易啊？絕對唔容易。特別喺今日呢個世代裏面係咩啊？係強調自我啊嘛，連電腦都 user friendly 啦，係咪？用嗰個以用家為主係咪？喺一個強調個人同埋自由意志嘅社會裏面，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弟兄姊妹。但係睇唔到我上面有一個字寫咩啊？再讀一讀頭4個字，唔該，黃色嘅，預備起，在基督裏，得唔得？你唯有喺神嘅裏面，你先會改變。所以有人睇到嘅唔係我哋自己啊，係我哋嘅。跟住我會講嘅第3個就係咩啊？第3個 U 係乜嘢咧？好，嗱，睇埋第2個 U 先啦。Unity， 第2個 U， 好嘛？第3個 U 係乜嘢啊
合一係來自咩啊？同一個身體，係同一個 unit。好啦，又睇下經文點講咯，好嘛？有5點嘅，好嘛？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只要心存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弟兄姊妹，呢啲又係好難搞噶，即係以人嚟講係咪啱啊？人都係強調自己嘅係咪？以自己為先嘅係嘛？弟兄姊妹，但係原來喺基督裏面嘅時候，特別我哋個身體嘅時候，我要從呢個角度去思想。弟兄姊妹，哇！今日我見到一幅好美嘅圖畫，就係咩咧？考下弟兄姊妹，上個禮拜崇拜邊一位弟兄做崇拜司禮啊？嗱，當然你唔知佢個名唔緊要啦，但係記唔記得個樣先嚇？俊傑喎，知唔知佢今日做乜嘢啊？做司事，掛住個牌啊，好公開喎！做司禮又好公開係嘛？嗱，我冇同佢講過，喺個我從我角度講嘅咋，好公開。今個禮拜做司禮，咁啱我第一眼出嚟望到佢啦。平時我見開做開司事嗰個二拎，今日就上嚟做司禮喎，係咪好奇妙啊？好啱啊！我哋教會就係咁啊，弟兄姊妹係咪？就好似使徒保羅所講係咪？我哋係一個身體嚟㗎，我哋眼耳口鼻腦係咪？哇！我隻眼就好勁啦，我隻眼一望就望到嗰度。我同你腳講，你好渣啦，你要行成分鐘先去到嗰度係咪？我隻眼一望就望到嗰度啊，100米以外啦係咪？啊，當然呢度就冇100米，10米度，幾廿米啦係咪？而聖經唔係咁樣教我哋啦。呢個身體每一部分都重要係嘛？啱啊！弟兄姊妹，知唔知我哋嘅點知你對鞋幾多錢啊？如果你對鞋買1000蚊嘅話，我唔會覺得你浪費啊！知唔知點解啊？知唔知成個人嘅身體最多用係邊個部分啊？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啊！知唔知最多用係邊部分啊？係隻腳啊嘛，係咪啊？所以我諗起我後生嘅時候傻仔啊，踢波踢即係冇錢冇辦法着白飯魚係咪？其實好傷腳㗎，知唔知啊？嗰時我仲跑嗰啲跑山話着啲白鞋跑，有幾傻仔係咪？傷腳啊係咪？腳睇嚟係好似好差好渣，成日踩喺地下，但係佢卻係我哋人嘅身體好重要支撐嘅部分，係一體啊！弟兄姊妹，有句説話唔係幾好聽啊，希望絕對唔會喺我哋全堂發生嘅就係咩啊？叫做你有你死，我有我翻屋企，或者佢有佢翻屋企。有冇聽過呢個笑話啊？你有你死，佢有佢翻屋企，係咪？原來神唔係咁樣教我哋啊！弟兄姊妹，嗱，當然講笑冇問題啊！弟兄姊妹，O 唔 OK 啊？但係個家嘅時候，有時就要幫手啊！哇！所以我今次講呢個信息好感恩啊！真係好多人幫我手啊，係咪？我就俾啲 PPT 啊，跟住嘅短片俾弟兄姊妹啊。然之後啲唔起眼，我亦都唔需要睇佢名，係咪？佢哋背後做咗好多嘢，甚至我哋今日坐嘅可以好舒服坐嘅地方，係弟兄姊妹幫我哋擺好凳先，我哋一坐，係咪啊？弟兄姊妹，每一樣嘢都係我哋今日享受。有冇諗過背後為我哋付出嘅弟兄姊妹咧？我哋喺耶穌基督裏面成為一體，我哋點樣去到彼此配搭，而能夠達成喺基督裏面嘅咩啊 ？United with Christ， 我哋係 unity 喺耶穌基督裏面合而為一，而我哋睇嘅係整個身體、整個 unit 嘅榮耀咧。最後神唔係睇某個人，係睇整個全圓堂係咪一個榮耀嘅群體咧？好啦，最後講到呢度嘅時候咧，作為總結，經文裏面咁樣講，一齊讀好嘛？預備起，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開始嘅時候我同你講乜嘢啊？耶穌基督點啊？耶穌嘅虛己，基督嘅高升。原來我哋今日所信嘅耶穌基督，可能你覺得啊，耶穌你咁勁咁厲害，你梗係掂啦，我唔得啊嘛，係咪？但係唔係啊，弟兄姊妹，聖經唔係咁講喎。佢話咩啊？佢話耶穌基督咩啊？佢也曾在各方面受過試探啊。所以下次你有試探嘅時候，諗一諗，係喎，耶穌你都受過呢個試探喎。原來我唔孤單。亦如果你係男士嘅話，你唔覺得其他男士冇得我有嘅啫？我位姊妹就其他姊妹冇，只有我有嘅啫。唔係，唔單止咁樣，耶穌都係凡事受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聽完咗今堂信息，我好希望呢段片俾你知道，點解你同我唔 must 要合一？點解 must 咧？即係必須咧？睇睇段片好嘛？好，2分鐘嘅片。
可能嘉欣可以幫我整整，可能呢個唔係咁放到嚇。我頂姊妹一段好短2分鐘嘅片，但係我自己睇到係意義深長。頂姊妹，我相信我走天路每一個，或者唔單止天路啦，人生路都係咪都會經歷個困難患難好重嘅時候，係咪啊？頂姊妹係真嘅，呢個係。但係我哋人嚟㗎嘛，梗係唔想咁辛苦啦，係咪？於是點啊？cut 咁啲，減咁啲啦，係咪？啱啊！當我特別指段片嘅就喺屬靈上面，係咪啊？頂姊妹呢個問題你都唔使答我，好嘛？你最近你覺得真係認真嘅靈修係幾耐之前嘅事呢？你最近同神嘅關係係好真實嘅互動係幾耐之前嘅事呢？感謝主嘅恩典同埋憐憫，喺今年1月嘅時候有機會我喺全堂教呢一個箴言嘅時候，1月4號開始，突然間好特別，突然間有一11號開始，我就有特別領受就係咩？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咩呢？我哋感恩俾我哋有機會教聖經，傳道書嚟講，箴言講咩㗎？弟兄姊妹講咩㗎？箴言智慧啊嘛，係咪？於是好特別，我就嗰陣時開始操練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朝頭早5點起身。哇，5點啊！我平時6、7點起身嘅，因為我覺得我哋感恩，做老師嘅有感恩，有雙倍嘅獎賞，當然有雙倍嘅審判啦，係咪？啊，要警醒啊，係咪？好感恩。當我喺呢段時間一路，由1月教到2月中度啦。我唔單止嗰月就係一路 keep 住每日去到咁樣睇箴言，去到準備啊，去到領受嘅時候，我真係唔同咗，人係靈命咗㗎。當然我感恩，我唔係因為教書係先咁做啦，我 keep 住而家都係咁做。當然唔係日日都可以5點起身，我都試過6點啊、6點3啊、7點起身啦。但我發覺真㗎，弟兄姊妹。原來對付呢個忙碌嘅世界，唔係同佢鬥忙，唔係同佢鬥長工時啊，唔係啊，而我哋願唔願意為上帝我哋早半小時起身，為嘅就係親近佢咧。係啊，弟兄姊妹，冇錯，今日我哋呢個教會由群，我哋一班弟兄姊妹組成，係咪？其實唔做係好容易㗎。我想問你哋啊，你覺得我哋要跳高難啊，定係跌落去容易咧？邊樣容易啲啊？邊樣要用力啊？我要跳高用力啲啊？定係話前面有一兩尺嘅地，我跳落去容易啲啊？邊度要用力啊？弟兄姊妹，肯定係向上先用力啦，係咪？弟兄姊妹係咪啊？係㗎，同樣屬靈成長都係弟兄姊妹。今日你同我都好輕鬆聽呢場道就得㗎啦，或者過去，或者唔知未來點係咪？但係我只係多一個提醒，就係睇到係咪？最後仲有個好具體化係咪？
當我最後要過對面嘅時候，係咪啊？個十字架點啊？唔夠長。令我諗起一句我過去讀書讀嘅説話咩啊？叫做今日嘅路昨天鋪，明天嘅路幾時鋪啊？今天鋪。弟兄姊妹，我哋一日我哋都要見我哋嘅主，見我哋嘅神。每一次聽到，每一次讀經，每一次靈修，冇錯，聽咗過去就算 OK 嘅，係可以嘅。但係如果我哋點解要用心去記緊同埋捉住呢？如果呢個係永恆上帝而嚟嘅話，地上一切都要過去，唯有上帝同埋上帝嘅道係傳到永恆啊！弟兄姊妹，所以我哋今日嘅練習唔係即係為今日，我哋係為永恆嘅做準備啊！弟兄姊妹，最後我哋3點總結俾我哋全堂嘅弟兄姊妹，我哋點樣同基督有更多嘅連結呢？頭先講咗啦，呢個功課交俾你自己。多謝阿沈牧師嚟到我當中推動我哋每日嘅靈修聽，係嘛？弟兄姊妹，如果你話我哋有一次唔知點樣之後，弟兄姊妹話唔識字啊，定係同邊個探訪嘅時候就話你聽就得㗎啦，連睇都唔使㗎啦，你聽就願意㗎啦。你有冇願意嘅心呢？當然呢個係最基本啊，係 BB 班嚟嘅，就聽讀言仲想用，記唔記得呢個成長百課嘅口訣啊？再講一次，聽係第一步，第二係咩啊？讀，第三係咩啊？研究研讀嚇，讀係讀出嚟啊嘛，研讀聽讀言背誦默想應用，最基本嚟嘅聽。如果連聽都唔聽，我真係求主憐憫你咯，好唔 OK？如果係咁嘅話，好嘛？第二就係乜嘢啊？我哋點樣同肢體更多嘅合一呢？意思係乜嘢啊？我哋點樣可以能夠更多去聆聽同埋同行，更能去到配合呢？如果假如我哋感恩，我哋過去選擇咗今日教會嘅領袖做我哋領袖嘅時候，當我哋出到個意見嘅時候，我哋都相信咗好多時間、好多準備、好多計劃、好多禱告嘅時候，我哋係配合啊，定係話都唔知你諗乜嘅？唉，又唔上又唔下，又唔左又唔右，都唔知想點㗎？第一話，我哋帶住信心，我哋信得過。我哋信我哋領袖嘅背係信上帝，亦都信得過咩啊？我哋當日冇投錯票咯，係嘛？弟兄姊妹，係聆聽、同行同埋配合。最後第三點嘅就係一個 unit。嗱，第一個係 united， 第二個係 unity， 第三個係回應係咩啊 ？unit。我哋點樣能夠顯明全元堂係我哋嘅屋企呢？更具體就係咁樣講，我哋點樣更多咁樣放低自己，完成上帝喺全堂嘅心意。我哋1905年開始全元堂，當時西教士放低安舒嘅喺英國嘅生活，或者當時有唔少華人嘅我啲嘅人去跟耶穌，佢哋付好大代價，可能真係屋企人都唔要，好似今日啲我哋回教國家咁樣，都有人信耶穌，屋企人同佢斷絕關係，甚至有啲咩啊，一槍射死佢啦。過去人已經為咗呢一個嘅信仰，為咗全堂付咗代價。而過去120年嘅裏面，都不斷有弟兄姊妹透過奉獻、透過侍奉、透過各方各面去繼續建立呢個群體，以到今日我哋感恩有呢個咁靚嘅全一嘅地方。係過去好多人付出嘅弟兄姊妹，係咪？當我哋再搬翻去大屋街嘅時候，究竟神嘅心意係啲乜嘢咧？係需要我哋更多嘅一齊 united with Christ， 與基督聯合，領受上帝俾我哋下一利落，讓我哋同心嘅禱告。天父上帝，多謝讚美你，因為當你嘅話一發出嘅時候咧，就要成就你嘅旨意。多謝你建立全堂呢一個神嘅家，幫助帶領，特別當我哋面對未來一堂兩次嘅時候，求你更多嘅恩典、憐憫同埋真理喺我哋當中，帶領住一班嘅領袖、教牧同埋弟兄姊妹，點樣同心同行，見證神大能。感謝讚美主，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請起立同唱榮耀頌。
會眾請坐。現在係家事報告，請劉龍華牧師。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有一位嘅新朋友，咁我叫到你嘅名字，你可以揮揮手，咁我哋有份少少嘅禮物送俾你。蔣曉培喺嗰邊，喺主裏邊歡迎。我哋都有機會未來一齊去敬拜上主。家事報告。川龍嘅無言除草喺4月18日星期六咧會舉行嘅，咁樣9點鐘就喺唔係呢度，喺大屋街幼稚園嗰邊集合嘅。請已經報名參加嘅弟兄姊妹咧按時出席。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午膳嘅。翌日跟住4月19日就有墓園嘅舉行嘅清明醒悟師親崇拜，咁啊集地點就喺呢度啦。喺翻全園第一小學，咁已經報名嘅或者買咗飛嘅，請按時出席過咗時就我哋不再等候。同我弟兄姊妹咧已經更新咗地址或者電話各樣嘅資訊咧請大家可以去到辦公室去更新翻地址，讓我哋教牧同工咧能夠有一個密切嘅聯絡，能夠關心大家。逢星期日，我哋崇拜之後咧，都會有祈禱會嘅喺我哋禮堂後端，咁去2號嘅教學室。咁逢星期三晚上咧，我哋有喺網上嘅舉行嘅，無論你遠近都可以一齊嘅有祈禱嘅機會，希望大家可以參與其中。請下一個 PowerPoint 關顧部嘅招募。你見到有一幅圖啦，其實教會咧唔單單我哋需要崇拜啦，我哋更加需要關顧弟兄姊妹嘅。而家咧，因為我哋好需要一啲關懷大使，歡迎大家透過喺週刊嘅第4頁裏邊咧有個 QR code，歡迎大家參與其中。特別都需要係受咗洗嘅穩定參與崇拜嘅1年嘅弟兄姊妹參與，讓我哋都成為一個關懷大使。請大家留意。另一個 PowerPoint， 嚟緊信仰面面觀喺4月19號舉行嘅，晏晝2點鐘，歡迎大家用2維碼去報名，或者我哋教會都有個 Facebook 都會將刊登其中，歡迎大家參與。沈牧師都推動緊人人讀經嘅運動，請大家即係努力去參與啦，讓我哋教會裏邊成為一間即係讀聖經嘅教會，能夠喺真理裏邊咧打好根基。嚟緊5至7月份咧都有主日學報名嘅，咁我哋有4個課程：創世記、哥林多前書、提摩太後書同埋經文默想。按翻你自己嘅需要，我哋參與主日學。喺週刊裏邊都已經有個報名表噶啦。成人事工有一個新嘅活動，一啲創新嘅活動啦，草記滾球嘅。如果你好對呢樣嘢好有興趣嘅，歡迎大家去參與報名參加。上個星期我哋都有關一堂兩子等等嘅安排啦，我哋都刊登翻喺週刊度嘅。倘話你有好想弟兄姊妹想知識嘅，都可以透過呢個同佢表達。特別冇翻到崇拜當中嘅團契嘅團友啦，你都可以透過職員裏邊去同佢分享，裏邊將我哋所有嘅 PowerPoint 嘅內容咧都刊登喺週刊啦。讓我哋都為到我哋關心嘅人同埋事，我哋都同心有個祈禱。讓我哋先安靜自己。最後讓我哋成為一基督嘅身體，彼此聯絡得合適，幹各職，更加彼此合一，能夠有主嘅心思，有主嘅意念，實踐主一個合一嘅功課。唔單單主有謙卑，讓我哋都學習謙卑服侍，喺唔同崗位裏邊作一個服侍嘅人。求主施恩，又保守未來嘅日子裏邊知識喺 DSE 喺考試嘅當中，為到全中學每一個中六嘅學生，為佢哋面對有緊張或壓力嘅，
求主賜下平安。知識老師都關注佢哋喺生命當中有壓力嘅時候，求主繼續賜予保守佢哋個人嘅平安，施恩與佢哋，讓佢哋所學嘅都能夠盡情發揮。求主施恩，保守我哋教會嘅需要都交喺上主嘅裏邊，特別為到沙咀道嘅馬路工程，主要係讓我哋未來嘅日子裏邊所有工程都能夠順利，能夠按着計劃當中能夠按部推展，又讓上主賜下足夠嘅人力、財力、一切嘅需要，讓我哋能夠有效嘅推展各項嘅工作。為到我哋教會嘅需要都交喺上主裏邊，特別福音嘅禾田都交喺我哋每一個人嘅手裏邊。仲有無論全一、全中、基圍小學兩間幼稚園錦泉同埋全元堂嘅幼稚園，特別我哋周遭嘅社區，都為主都讓我哋能夠出心出力，求主施恩，將福音嘅使命帶俾我哋每一位，唔單單係集中喺某幾個，主要求主帶領施恩。我們禱告交託，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現在奉獻紅袋主日捐、綠袋建設捐，願奉獻喺教會嘅聖工上面蒙主悅納。如果唔明白奉獻嘅意義嘅話呢，可以將個奉獻袋呢向隔離傳開就可以啦。奉獻嘅同時，請唱詩《普天頌讚》第390首《願主悅納歌》。
請仍然站立，領受上主嘅賜福。你哋要坦然無懼踏進世界，應當勇敢膽壯，竭力持守美善嘅事。無論誰都不可以惡報惡，要鼓舞灰心嘅，扶持軟弱嘅，幫助遭遇困苦嘅人，又要愛主是主，倚靠聖靈嘅大能而歡喜快樂。又願我主耶穌基督因為天父嘅慈愛、聖靈嘅團契，常與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請大家仍然站立，現在息歸，請同唱散會詩《普天頌讚》第375首，培養情操歌。琴聲響起嘅時候，會眾可以大家點頭問安。
中請坐，默禱後散會。